标卡桃园海沙处驻地条例，这个月底就要实施，厝主家己拆掉，上最是当补助20万。另外，针对海沙处的登记，除了有量一奖励，买来协助海沙处的公办多金。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主体是真相同，但这间厝内面的厝顶和壁是歹，红蒙头阁落落来。伫桃园区的正宫花园新城是一个海沙厝的社区，真侪住户因为感觉真危险，拢搬走啊。即马阁住伫内面的住户嘛是住甲真惊，惊讲随时会有状况。这个睡觉，老实话讲哦，有时候要戴钢盔嘞，万一说楼板掉下来，真的是会脑震荡，会出人命。为着确保大家安全，桃园市政府是推动防灾途径，整定高的二主更金南控建筑物，就是一般在讲的海沙厝的处理驻地条例，新定海沙厝停止使用拆除标准等明确规范，拒绝停用的人，一摆上悬会当甲罚6万，而且会当代替伊来强制拆除。厝主若家己拆，上悬补助20万。这新定的规范，按算伫3月底就会正式上路。正光花园新城社区已经有过半数的住户同意转轨为公办都更，目前已向市府递交第1阶段的申请，市府正着手进行建筑模拟的量体以及财务的试算。主体发展处讲，为了要加速来帮助海沙厝社区的居民，会当来重建家园，除了提供用这奖励，嘛帮助同意比例到目标的海沙厝社区公办途径，希望透过这会当来降低即马社区信任度无够，而且真歹整合的这问题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